咁啊同大家睇過兩房單位，呢個應該唔使250萬嘅呢個單位。咁兩房有啲裝修嘅，如果有興趣留意下呢邊咧，可以睇埋落去。嚟到咧仁義大廈，咁呢度附近咧冇咩特別嘅地標，隔離係鳳庭苑啦。大廈就44年樓左右，咁啊啱啱做咗大廈維修，咁啊一陣可以睇睇。隔離就有新街啦，如果你喺燒賣皇后嗰個巴士站行過嚟，大概5-6分鐘到啦。呢個就係大廈正門啦，直情喺深仔記隔離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大家最擔心舊樓就係大廈翻新，咁呢度咧大堂啦、lift 啦，同埋外牆咧全部都翻新過噶啦，唔使擔心啊再夾錢啊。呢邊咧就1梯3伙啫，所以一部 lift。咁唔算太高，所以都夠用嘅。單位就240萬左右啦，業主都有機會收。咁特別過嚟睇原因係因為其實佢裝修都 OK 嘅，咁你買翻嚟直接收租其實都可以啦。咁啊最少都8-9千㗎啦最少。呢個位其實如果你間翻個玻璃又好，都可以做翻梗廚。最主要咧就洗手間其實都幾企理。呢啲位如果要重新裝修咧就最貴嘅，所以係基本上可以慳翻一筆。客廳都試正，同埋佢都有啲側窗啦，咁通風都幾好。兩個房咧就差唔多大噶啦，咁啊冇分主人房。咁啊買舊樓啊最驚漏水啦，咁我都詳細揾過，咁啊暫時未有咩位係有漏水嘅。樓仔嚟講咧，呢個景觀算唔錯噶啦，因為隔離係籃球場啦，咁其實真係幾開揚。如果有用咧，記得幫忙點讚同埋訂閱，因為係實盤啦，隨時可以過嚟睇。